14月7日是国际人权日，成立一党外国家人权委员会，伫今仔日宣布要举办一个月台湾人权 Plus 的纪念活动。除了要看2021国内重大人权案件以外，也发表一出由真济学校做伙创作的电影《予阿嬷的批》，是在讲228受难者家庭故事。伫写暴龙族大人王公路陈文成纪念广场启用，所谓身份因素记录等等。一站一站，国内重大事件是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一党外伫人权促进的重点，也有受到国际检讨的外籍期间问题。人权委员会也针对中人、薪水、人权等等提出专栏报告。对国际之间对我们的批评，我们深挚的检讨反省，重要的是要改善，那能够符合国际间普世人权的标准跟价值，所以外籍移工的议题跟台湾国际形象有关，我们一定要去面对。12月7日是国际人权日，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一个月台湾人权 Plus 活动，包括所谓因素、教科书转型、人权企业论坛以及海报影展等等内容。其中电影《予阿嬷的一张批》用集体创作的计划，记录济228受难者的家庭故事。这部片子是拍了10年，而且是600-700个学校一起合作。整个故事呢，它最主要是要叙述说我们以前受难的这些人权，我们如何去要维护他们的人权保障的问题，所以也是唤起下一代，要建立下一代的一个人权意识。当局表示，人权是永远需要努力的议题。今仔若无拍拼，明仔载可能就会失去。国家人权委员会会继续透过甲政府机关、民间团体、国际人权组织合作交流，划清大众对人权议题关心甲重视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